镜周刊报道，第一名模林志玲开春后首度露面，便是为手游《圣斗士星矢：觉醒》担任代言人。20日晚间也以一袭花朵洋装打扮成雅典娜女神现身上线发布会。她除夕登上央视春晚表演水上芭蕾，却被爆料用替身。当时经纪人表示90%都是她亲自演出，她自己也笑称当时脚发抖，水又好冷，但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对于春晚的风波，林志玲忙不迭向媒体抱歉，打扰了大家的春节假期，害你们还要写稿。这场表演她花了3周的时间训练，虽然自己会游泳，但不会花泳，尤其像是练习闭气，自己虽然也比一开始有了进步，但他们其余专业队员也在水下，你也在水下，根本不敢从水里起来。